即马中央有咧推动学校逐班食牛奶，全国学校拢要订这厂商煞是袂附送。有的学校是一礼拜会当食到3、4摆，有的算是够单，有关是定无。有学生袂当食牛奶的，就要改订豆奶。即马厂商嘛是搁再流标，但是连学校都唔知影，搁来要安怎办？ 火车甲牛奶载去学校，全校师生搁加放去保温袋内底。高雄南亚溪基功国小甲幼稚园超过1300个学生，对10月中开始，每一个学生都拢有食到牛奶，嘛拢食甲真欢喜。基本上学校有定的话，我们这边产生的量能在这几周都已经在逐步的去做配合跟调整，基本上都是可以达成。 台班零牛奶的政策，因为全国需求多，那以高雄来讲，有学校爱等到10月中了才订会到牛奶。配合业者送货时间，有学校是一礼拜啉4届，也亲像南亚溪基功国小一礼拜嘛有啉到3届。 你差点喝到你。我们以1个礼拜调查，所以他这礼拜，比如说他喝了3瓶鲜奶，他觉得不大合适，那他就要跟老师讲说他想要换豆浆。那原则上主任这边都会登记。 根据教育局统计，目前高雄大有8成，差不多200多间学校已经有甲厂商讲好配送。不过嘛，学校因为数量甲路线的关系，都要甲其他学校做伙订，才有厂商愿意来送。我可能这周考试，别的学校是下周考试，就变成我们这2个礼拜都不可以订鲜奶，因为我单独订他不会送。遇到户外教育，像我们学校1个学年有200多位学生，我那一周也要暂停，因为我如果不暂停，他送来之后我没有办法登场。 除了要订甲配送的问题，阁有袂当啉牛奶的爱改啉豆奶的学生，学校嘛是找无厂商愿意来送。有学校的营养师表示，因为豆奶的南区厂商的招标，即马搁再流标，学生当时才会当啉到，伊嘛是无法度保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